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Fion 陳心妍。今集係七日通勝嘅第6集，講嘅係陽曆4月5日至到4月11日。陽曆4月5日星期日，陰曆2月18執日，干支係乙酉，沖生肖屬兔。是日係北京時間凌晨2點40分，正式立清明節。72後係童子華嘅開始。童子華嘅意思係白桐花要開放啦。彭祖八忌係己不破勸，酉不會客，己日不宜拆夥或分家，不然雙方則容易有消亡之餘慮。酉日或酉時不宜會客，因酉時正係食飯嘅時候，客人餓住就唔會專心同埋冇心情開會。三煞方在東。學神由天上返回凡間嘅第一日喺東北方，吉星有明費星而安葬，凶星有小爬星忌出財。嗰日唔好還錢，俾賬單或者借錢外出啦。忌針灸嘅部位係背同埋股內。陽曆4月6日星期一，陰曆2月19破日，干支係庚戌，沖生肖屬龍。是日觀音聖誕。彭祖八忌係筋不經絡，戌不吃犬。庚日不宜用於治療經絡嘅日子，不然會有傷害器官組織及破壞正氣嘅作用。戌日或戌時不吃犬，犬肉有壯陽行血之效。正因戌時係準備就寢之時，食咗犬肉就會難以入睡。戌時就係晚上嘅9點至到11點，現代則改為不宜吃亢奮之物。三煞方在北，學神在東北。是日亦係10日。如果今日嘅未時出世嘅小朋友，會特別聰明伶俐噶。吉星有天恩星而施恩，可以做多啲善事。凶星有大耗星忌出財，今日就唔好還錢、付賬單同埋借錢出外啦。忌針灸嘅部位係膝、喉同埋足。陽曆4月7日星期二，陰曆2月20庚日，干支係辛亥，沖生肖屬蛇。彭祖八忌係辛不合賬，亥不嫁娶。辛日不得用嚟調對組合醬料，不然無法合人口味。亥日或亥時不在嫁娶之事。古時有好多地方都係中午或者白天舉行嫁娶之事。第二次嘅婚姻先會喺晚上舉行嘅。亥嘅日子認為會對男方不利，甚至會導致婚姻破裂或者帶嚟不祥，因此喺習俗上面選擇嫁娶嘅吉日嘅時候都會避開亥日。是日係10日。如果今日喺寅時或者酉時出生嘅小朋友，會特別聰明伶俐。三煞方在西，學神在東北。吉星有武昌星而立畜，即係可以收養小動物。凶星有刀針星忌用新刀。忌針灸嘅部位係脾、項同埋內畫。陽曆4月8日星期三，陰曆2月21成日，干支係壬子，沖生肖屬馬。彭祖八忌係壬不吸水，子不問卜。壬日不宜喺河邊、海邊作業，不然容易被水淹沒。子日或者子時不問卜，因子氣混濁，多有不驗。三煞方在南，學神在東北。吉星有天醫星而求醫，凶星有歲破星，大事勿用。忌針灸嘅部位係腎、目同埋小指。陽曆4月9日星期四，陰曆2月22收日，干支係癸丑，沖生肖屬羊。是日殺入中宮，家中忌打釘或者鑽孔。彭祖八忌係癸不辭論，丑不官帶。癸日不宜打官司或辯駁，因為癸水主治，提防對方嘅理據比你強。丑日或丑時若舉行官帶儀式，有主不還鄉之忌。三煞方在東，學神在東北。吉星有天恩星而施恩，可以做多啲善事。凶星有捉水龍星忌乘船。陽曆4月10日星期五，
陰曆2月23開日，干支係甲寅，沖生肖屬猴。彭祖八忌係甲不開倉，寅不祭祀。甲日不宜打開倉庫，不然會有財物耗散之忌。寅日或寅時不宜舉行大型嘅祭祀儀式，亦會對祭主或者祭司不利。三煞方在北，學神在東北。70以後係田鼠化為陰嘅開始，田鼠化為陰，起陰嘅田鼠唔見咗啦。少用嘅民間知識，田鼠化為陰係清明第二後，天氣越嚟越暖，田鼠都會匿埋喺洞裏面唔出嚟啦。外面到處都係小雀仔，古人睇起嚟就好似田鼠變成咗雀仔一樣。吉星有天貴星而祈福，凶星有血忌星忌殺身。忌針灸嘅部位係頭、胸、肝同埋足。陽曆4月11日星期六，陰曆2月24閉日，干支係乙卯，沖生肖屬雞。彭祖八忌係月不栽植，卯不穿井。月日不宜栽植生物，不然所有植物都無法順利生長。卯日或卯時不宜去開井或去取井水，不然泉水不甘甜。三煞方在西，學神在正東。吉星有廢對星而啟讚，哭星有天理星忌持重。忌針灸嘅部位係項、足同埋手陽明。是日文昌星會太陽於申宮25度，最佳嘅曬太陽時間係未時，即係下午嘅2點到2點半。文昌星主文運之亨通，若此日得能幸吉兆，其所感召則聞名飛耀，富庶繁興，凡事預知，無不大利。最適宜就係公務員、創作、藝能界、學子同埋要考試升級嘅人士啊！溫馨提示：曬太陽立吉氣，只需要曬頭頂同埋背脊，唔超過30分鐘，時刻要補充水分。如果有唔舒服，就要立即停止啦。多謝你收聽，中意我哋嘅節目，請你點讚同埋分享。祝大家擁有一個愉快豐盛嘅一周，下星期再為你7日通勝聲音導航。